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前几天啊，日月潭的九只水鸡拢现出，拢看现。啊，这几天也是无落雨，加上春景要到了，爱灌溉需要大量来用水。但是日月潭的水位继续在落降，目前是降到剩745公尺。啊，日月潭的烟花，一大轮白色的石头嘛现出来了，进行加明湖的天使的目屎。还有游客来发现讲，岸边有一粒真大粒的石头嘛，全部来现光，迄个形吼进行水鸡看位乌面过，所以就有人讲，这粒石头就是日月潭的第10只的水鸡。啊，讲遐济，总共一句就是即摆真欠水咯。日月潭的月季湾四周围的爆花出现白色的石头，安尼细一轮，加上蓝天白云含白泡泡的乌面，就亲像有名的景点嘉明湖天使目屎。拍那个天使的眼泪，这个景也不是天天可以遇得到的啦。会出现日月潭版的天使目屎，主要是因为欠水期，加上当时春景，日月潭的水会供应予水源尾当作农业用水，而且最近拢无落雨，水位继续降落来。报道还有这粒大粒的石头看现，真侪人看到就拢讲，日月潭有9只四脚贴做伙，这粒大粒石头外观就亲像是第10只的四脚。久而久之，看起来就很像一只青蛙趴在那边在享受一个大自然的景色。水位降落来，出现特殊的景致，互民众烦恼，下搁一摆出现可花，像9只四脚全部看现，四周围草啊打去，搁别开沙丘。顶一摆看到9只四脚，是2年前8年可花的代志。九只蛙露出的时候还是有高达80%的这个取水量。根据最近资料显示，2月18日日月潭水位是745.78公尺，2月22是降到745公尺，欠水率的部分是为83%降到82.8%。经济部强调，即中部地区唔免烦恼用水问题，不过因为还搁伫咧大水期，民众用水嘛是爱较欠咧用咧，相关单位嘛继续做监控。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